吴敬和牧师所要正道的题目是恩典招牌，恩典招牌。各位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用祈祷，互咱甲上帝更较亲近，咱做伙压头来祈祷。主，天父，阮的主，阮感谢你，伫今日早起时，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围擂，阮学了，阮敬拜，阮伫遮亲近你。主啊，阮要听叹你的声，阮要听叹你的话，互阮伫你的恩典中间，搁一摆经历你大大为阮陪伴的祝福。但这时，愿每一人陪伴阮的心来到你面前，愿你亲自看顾，愿你亲自接纳。我来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来祈求，阿门。伫38年前，我读淡江中学第1年，阮兜住伫北里，所以我逐工为渡船头坐船来读册。伫淡江中学3年的求学的过程的中间，逐工拢爱经过淡水教会，所以淡水教会对我来讲无青分，非常的熟悉。伫这3年的过程中间，伫淡江中学内底有侪我的老师是咱淡水教会的兄弟，所以也有机会伫迄当时来到淡水教会伫遮来做伙分享。后来无拍算，上帝有好的呼召，所以伫24年前，我伫淡水教会有侪无共款的服侍，因为我咧做新学生的时，有2届的机会来到咱淡水教会。伫遮第1届是陈phong辉牧师做主任牧师的时代，我来遮做新学生，伫伊身上有真侪好的学习。第2届佫回来是张顺初牧师在做主任牧师的时，伊甲我讲，将后淡水教会想要来做一个花旗堂、花旗礼拜，想要有即个敬拜儿乐团队。你敢会当用你的文书来成做阮的帮站吼？所以伫迄个时阵我就来到淡水教会来带咱的青少年团契以及咱的敬拜团。上帝恩典伫即个过程中间不断在引带。所以，当我伫13年前离开双连教会去到即个北美的时阵，我无拍算伫托伦多牧会久长的时间内面，我才知影讲，原来我自少年时代，我的母会北里教会是咱马街所起造的教会，淡水教会也是马街所起造的教会，以及我读的学校淡江中学嘛是马街所起造的教会，安尼个过程的下面，我来感受到讲，我去托伦多有一个真水的意义啦。因为上帝恩典的安排，互我伫遐会当逐年拢会当去看马街的查某孙。当伊的查甫孙过身的时阵，我为伊主持个别礼拜。伫个过程中间，我嘛时常带人去参观马街的故乡、马街出世的所在、马街家族的梦。伫迄个所在有侪好的分享，我拢相信讲上帝恩典不断伫咱人的一生中间是一个水佮好的安排，特别是当我搁一届受到邀请，倒来台湾开拓教会。我离开双连教会13年了后，我搁倒来双连教会，伫遮3年前，阮开始伫新庄来开拓即个新庄的分堂。所以伫双连教会，我带25个同工，伫3年前，阮开始来开拓即个新庄的分堂。到今，阮差不多有60人在正常聚会，有80人的会友。逐礼拜可能有真侪人无法度准时做伙来礼拜。总是伫即个成长的过程中间，我会看到讲，上帝在引带的路途内面，你若是相信上帝的引带，其实有侪人生无共款的感受。所以伫迄个中间，伫倒来台湾这2-3年的中间，我就在思考讲，到底咱要用什么种的方式来成做咱传福音上好的方式？因为我成做一个牧师，我咧心内底所想的，拢是要安怎来互人会当拄着上帝。所有的传福音，咱拢讲，咱拢去传福音。
所以咱台湾伫过去啊，这10年中间真流行一个叫做幸福小组，大家捌听过无？啊，真侪长老教会拢去参加这个幸福小组，当然双人教会嘛无例外。其实伫10几年前，阮开始咱台湾的幸福小组还未开始做进前，韩国的这个双语养育系统入来伫台湾了后，阮就开始咧学习要安怎透过这个双语养育系统来做这个福音的事工。啊，伫迄中间有侪好的学习，就是我就是感觉讲。透过这个拥有系统来做教会的核心价值，不止也袂歹。总是若是咧传福音的时阵，这个幸福小组伊后壁会转变做幸福小组了后，我倒来台湾去了解这个幸福小组了，我就发现讲，这个幸福小组的这个传福音顶面，敢若邀请来人来领导咧上课共款。我感觉讲，伫我人生的经历中间，敢若看圣经内面，这个人去经历上帝，毋是通过上课。各位亲爱的姊妹，你来回想一下，你安怎去经历上帝？我为淡水教会来讲这个故事，是因为伫我读高中的时，我的牧师甲我讲：忠孝，你已经16岁啊！迄阵伫巴黎教会，伫咱对面尔。伊讲你已经16岁啊，你已经达到咱长老教会合法的洗礼的年纪。我想讲，原来洗礼有一个合法的年纪啦吼，啊，其实无影啦。伫迄个过程中间，牧师甲我讲，来，这时阵你来洗礼。但是我迄阵读同工中的时，其实我是一个真追求想法的囡仔。我甲我的老爸老母讲，我无遐尼捌上帝，为什么我爱洗礼？但是我老爸老母甲牧师拢讲安怎？你洗礼的时间已经到，你应该爱洗礼啊！所以我定定咧笑我家己的洗礼是啥物？我家己的洗礼是无啥清楚的洗礼。因为牧师讲你来洗礼，我就去洗礼啊。我会记得迄天咧问道理，要洗礼迄天下早小会咧问道理，两个长老甲一个牧师咧甲我问道理。伊讲安怎？伊讲忠孝，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照实来回答。我讲好。伊讲啊，耶稣奉定十字架，伊边仔有两个犯人，甲伊做伙伫遐定十字架，安尼你想耶稣有罪无？伫迄时阵，我敢若心内底想讲，耶稣去用定十字架。伊边仔阁有犯人做伙钉十字架，若是无罪，伊哪会互钉十字架？我甲我的牧师讲，耶稣做有罪，所以伊互钉十字架。啊，我的牧师真摇头啦。哦，伊讲啊，这对信仰无啥理解的人，哪会要来洗咧？总是牧师嘛讲，啊，都已经到遮吼，头剃了无洗袂使啊。伊就甲我讲，啊，从头我讲，耶稣是无罪哦，吼。哦，安尼啊，我就顺利来洗咧。迄个过程的中间，拄啊当时我咧读同工中学的内面，就是我心内底有一个追求的想法，就是讲，假使讲我的人生我若无拄着上帝，我免来讲我是倚靠上帝啦。后来我就真认真拍拼咧读圣经啊，我嘛无想讲上帝会呼召我来成做一个牧者。所以当我伫我的人生的牧养的过程中间，今年是我牧会第24年，就这段时间内面。我心内底真清楚咧思想着，为啥上帝会带我去到国外10年的时间咧牧会？我相信迄是一个人生真好的学习。通过10年了，我搁倒来台湾，我开始咧敲吹即个牧会要安怎互教会成做一个会当有活力的教会，会当安怎去接受到上帝恩典的教会？我感觉就是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最重要的人生的功课。因为信耶稣毋是信你的老爸的耶稣，信耶稣毋是信你阿公的耶稣。若是要讲信老爸的耶稣，还是信阿公的耶稣，我敢若信阮阿公做长老的耶稣，还是做我的老爸老母做长老的耶稣，其实拢毋是。我感觉伫迄个过程中间，是因为我家己去认捌耶稣。虽然我是几6代的基督徒，总是我感觉我拢鼓励兄弟姊妹，你也成做第一代的基督徒。你所信的上帝，毋是恁老爸的上帝，毋是恁阿公的上帝。所以各位亲爱的姊妹，你所信的上帝是你甲上帝去起做迄个关系的上帝。那安尼，你才会当真正伫圣经中间来看到迄个恩典，要安怎伫你的人生的道路中间来发展出来。今日咱通过今日圣经节，咱来做伙来看这段圣经节。好。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恩典桥牌”。为什么叫做恩典桥牌？国语叫做恩典桥牌。桥牌是啥物货？
bridge，就是人在耍，人甲人中间在耍的。为什么我会定这个题目？是因为我伫倒来台湾咧传福音的过程中，我开始咧思考一项代志。伫咱长老会内面，有啥物种的方式会当去做好的传福音的事工？伫马太福音28章内底安尼讲，耶稣对门徒讲：恁着去，引带人来成做我的门徒。所以咱真侪时阵，咱咧传福音的时，咱拢讲啥？恁着去传福音。总是咱去传福音时，咱拢做一项代志。我就伫咧想，因为咱拢在共推销啦。所以讲啊，你犯罪啊，你爱信耶稣，你爱认罪悔改，咱拢在用上课、用推销的方式来甲伊介绍即个上帝，来甲伊介绍耶稣，也是介绍即个信仰。就是其实信仰是一个人的体验。所以伫这中间，我感觉伫这段圣经内底，敢若减一字啦，就是恁着去带人来做我的门徒。伫圣经的中间，应该要有一个讲做。恁着互因来到我遮，成做我的门徒。迄个来是一个人心甘情愿来到上帝面前，讲主啊，我拄着你，我欢喜，我快乐，我愿意你伫我的生命中间，成做我的帮助甲祝福。所以，当我牧会24年的规过程内面，我深深体验到上帝伫圣经的中间，互咱所看到的每一个人物。你去看圣经中间，你上会记的每一个人物。你敢有看到讲，因的生命是安怎去经历上帝？咱拢在看这个故事，今日咱透过这个雅各的故事，咱来看伊的故事是安怎去经历这个上帝。虽然伊所经历的上帝是伊的老爸的上帝，是伊的先祖亚伯拉罕的上帝，就是这个上帝甲伊亲像拢无什么关联。伫雅各的故事的头前是啥物？伫雅各的故事的头前是，伊出世的时阵，伊就欺骗伊的，诚做一个欺骗者，伊去。欺骗迄个种子的名分，伊去欺骗伊的阿舅，骗人的人，搁去用骗去，搁去互伊的阿舅骗去。各位，咱有发现无？即个人伊的生命中间，伫迄个时阵还未经历过上帝，因为伊无掠上帝成做伊的上帝。虽然伊知伊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拢是因带因的上帝，总是伊伫迄时阵，伊还未认捌上帝，所以伊。伫迄个时阵，伊要返伊的故乡的时，伊做一项代志，伊要过迄个溪。各位，阁有想到即个圣经查某？伊惊伊的阿兄甲追杀，伊做啥物代志？伊甲伊的大某做一堆先排车牵过河，搁来甲第二个某嘛做第二队，搁车牵过河，伊家己咧。做第三队，伊讲安怎？我固守伫河的即边，我莫过溪啦。我若过河过，我的阿兄若要甲我追杀的时，伊会先抬着我的某第一团，我的大某第过来，我抬我第二个某，所以我会使安怎？会当去逃闪。伊的心内底有即款的诡计，有即款的计谋，有即款的想法。所以你会当发现讲，伫迄个时阵，伊的心内底无完全去掠掉上帝伫伊的生命中间一个最重要。就是上帝互人的恩典，拢超过人会当所想象的。所以咱伫即个时阵来看今日的圣经章。伫今日圣经章中间，好，第一段，我互第一段的圣经章伫创世纪28章第10节到13节，一个标题叫做“人生旅途中的恩典朝拜”，就是讲一个人伫即时，伫即地。会当经历到上帝的同在。我感觉一个人若是经历上帝的同在，上水的一项代志是啥物？是我伫遮拄到你。咱来看这段圣经节，这段圣经节讲啊嘛，讲雅各出别是巴往哈兰遐行去。伊到一个所在，因为日头落山，伊就伫遐住。伊伫遐捡一个石头，枕伫伊的头壳顶、头壳下，伊就伫遐困去。伊伫遐梦境有一个腿立伫地上，腿的头壳顶顶着天，有上帝使者伫腿的顶面起入搁落来。耶和华徛伫腿的顶面讲：“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上帝，也是以撒的上帝。我要将你现在倒的所在赐予你甲你的后裔。”伫过去，可能即个上帝甲伊的距离是，伊是伊的先祖亚伯拉罕的上帝。伊是伊的老爸以撒的上帝，总是伫伊的人生的前半段，伫伊还未经历过上帝的时，伊毋知影即个上帝到底是啥物款的上帝。
总是当伊伫人生行过一段坎坎坷坷的道路，骗来骗去的道路了，伊决定要回归伊的故乡的时，伊行伫迄个所在，伊做啥物代志？圣经讲，伊要往下兰行去。总是伊到迄个所在的时，伊伫遐看到啥物？伫遐困的时阵，伊望见一个天梯伫遐。迄个天梯是啥物？是天使伫遐起起落落，伫遐来运作所有的工程啦，所有的事工，上帝的心意伫遐来运作的所在。伊伫遐来看到上帝伫遐。佮亲爱的姊妹，当这段的圣经在伫一个人的面前来出现的时，伊的心内底安怎想？我感觉迄就是一种上水的经历。这个经历是我伫这个所在，我伫这个时刻，我感受到上帝是甲我同在的上帝。所以，各位亲爱的姊妹，伫咱的生命中间，你有偌侪时阵是有这款的经历？讲主啊，伫我人生上艰难的时，当我开嘴向你来求讨的时，主啊，你互我知，你就伫我的生命中间。若毋是上帝恩典伫伊的生命中间，一个人伫头前人生的道路顶面，伊行歹了后，伊后壁哪有法度成做一个12支派的老爸，承接一个以色列民族一个上重要的关键。所以各位亲爱的姊妹，咱伫遮咱会当看到，既然这个雅各伊伫伊的生命中间，是因为经历着上帝的恩典。伊开始伫人生中间有做真大的改变，而且这个改变是真做以色列为一个家庭转变做一个民族的关键。其实咱读圣经的时，呢读创世纪，阮定定会讲一个祝福的。这个祝福是啥物？是上帝通过亚伯拉罕一个人到一个家庭，到一个家族，过来咧。到一个民族，佮甲所有全世界所有的人，所以上帝的祝福透过安尼伫五重的祝福中间来引带人去经历上帝。我拢在回想，各位亲爱的姊妹，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是共款，咱就亲像雅各共款，伫咱的人生中间有可能咱开始经历上帝了后，咱才会使讲：主啊，我真实要来相信你。主啊，我愿意洗礼归伫你的名下。因为我愿意安怎顺服伫你的中间，我愿意接受你对我的祝福。咱再来看下面第二段，当伊经历过，伊知影上帝伫遐的时，伊伫遐来接受上帝对伊的祝福。上帝对伊安怎祝福？咱来看第28章的14节到17节安尼讲：讲你的后裔要亲像地面的沙遐尼多，要往东南西北来开展。地上的万族要因为你甲你的后裔来得到福气，我嘛要甲你同在。无论你为倒落去，我要保庇你，领你归回这个所在，无离开你，直到我成全你所应允的所在。16节足重要，16节安尼讲，讲雅各困醒了后讲，耶和华真正伫遮。我既然毋知，伊就讲这是啥物所在？何定的可位？这毋是别个所在，乃是上帝的殿，嘛是天的门。所以，当咱读这段圣经在的时阵，你就知影讲，当伊伫遐看着天开，看着上帝伫咧天梯的顶面时阵，伊的心内底有一个悔悟。这个悔悟是啥物？是我伫遮经历过上帝，这是我以前无经历过的上帝，这是真实甲我同在的上帝。而且，这个上帝佮对我来应允，互我的生命安怎有一个大个好的祝福。这个祝福是啥物？这个祝福是。我要带你回归这个所在，无离开你，直到我成全你所有的应允。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咱会当来想看觅啊，伫咱人生的旅途中间，我真爱用圣经的人物来比喻咱家己的人生的旅途。我感觉人生的旅途是一个真水的一个功课，这个功课往往超过你所想象的。伫13年前。我要离开双年教会的时阵，其实伫遐带青少年团契，带青少年的牧区，阮已经正中甲礼拜堂坐袂落。迄阵我嘛想尽各种的办法，要去做调整，换一个礼拜堂的所在，也是换来主堂。总是主堂是较，咱就是较传统的即个礼拜的模式。
所以迄敬拜团青少年礼拜要伫遐来运作的时阵，有真侪时间上的袂配合。哦，9点半礼拜煞，连暝11点的礼拜，咧煞接中间，中间有时间顶面的差别啦吼。所以阮伫遐思考侪，啊，我迄阵就想讲，无咱来马街病院，来甲马街病院迄高楼来甲租落来，咱来遐开设咱的一个礼拜堂嘛，咱青年就出来遐聚会。迄阵小会员拢无同意，伊讲吼，咱双年教会下礼拜袂使离开即栋大楼，若离开即栋大楼，就敢若脱离出去啊，无算双年教会安尼吼。总是时代咧转变足紧啦吼。伫我出国这10年了，佮转来，因想要去做一个传福音开拓的工作，迄是因为有长老心心念念拢咧想要安怎去传福音啦。所以各位亲爱的姊妹，我感觉伫我人生的旅途的中间。即出国的这10年，我感觉是人生最大的旷野。其实我伫淡江中学功课算袂歹，我啥物话拢好，就是2科无好，一科叫做英语。我英语足无好，毋是我无爱读英语，是我真正无想要读英语。为啥样？因为我国小的时阵，阮伫庄卡，阮伫屏东的万丹，我上早囡仔的时阵无会伫万丹吼。伫我国小要升国中的时阵。我的老爸老母就甲我送去补习班，叫做即摆叫做啥？升学班啊，就是迄个学前班，意思就是讲，你若要开始读册进前，你要先去学这，所以伫暑假的2个月中间，我就互送去读英语啦，去读数学补习班补习啊。但是迄个时阵老师足歹的，以前的囡仔拢安怎教？拢用讲的，对，拢用讲的。我的老师安怎讲啊？减1分讲一个，减1分讲一个啊。我就真认真拍拼读啊，当然也是有迄个写毋对，英语开始学 A B C D 无一定写甲倒会拄好，写了会水。所以伫迄个时阵，逐工去补习班，逐工咧用讲到我足无欢喜的。我倒来甲我老爸讲，我讲爸爸，你若遮讲，我甲我老爸讲，你若遮讲，伊讲是安怎？我讲你若要讲囡仔，你。伫厝甲我讲得啊！你免开钱，啥人甲我讲？我心内底干一个想法，为什么我要接受这款的艰苦啦？所以伫迄个时阵，我就甲阮老爸讲吼，我无爱去补习啊，吼，我嘛无想要读英语啊，迄叫做啥物货？咱即马叫做心理创伤啦，吼，原生家庭的心理创伤。伫迄时阵心内底就讲，咱心内底就抓讲，我无要读英语啊，吼。所以我来淡江中学读册的时阵，我英语是全班上尾仔名吧，但是我数学是全校前3名，我理化是上好的。另外一科我无读的叫做三民主义啦，我读无。所以迄个时阵我真趣味，我就甲我的同学拢无爱上迄个教官的课，阮叫做拒绝上三民主义的课安尼吼。所以交关囡仔吼，但是伫迄个时阵，我感觉。因为安尼，所以无好好读英语，总是我无想到讲有一天上帝呼召我去北美去遐做牧师啊。所以伫北美牧会10年的时间是人生最大的旷野。因为敢若要用语言过生活的一个困难，都是我嘛真拍拼的所以会当伫海外伫北美10年的时间内面做足好的操练甲学习。其实我感觉上帝引带人伫迄个过程苦难的过程中间，是咧互咱经历伊的恩典，敢毋是？所以各位亲爱的姊妹，咱来想看觅伫你的人生中间，敢毋是经历过侪风影？总是你敢有行袂过的路？无啦。你若有行袂过的路，你今日袂坐伫即个所在，敢毋是？就是因为咱有行会过的路，为什么咱行会过？是因为上帝的引带，上帝的恩典伫咱的生命中间，成做咱上好的帮助。我拢相信上帝予我的应允，伊讲行我就行吧，我嘛无通选择。所以我讲一个无啥会晓讲英语的人去美国牧会是一个足大的困难。当时我感觉迄个困难嘛，毋是啥物困难，因为我嘛是愿意去学习。所以各位亲爱的姊妹，咱的人生中间就亲像安尼的一个操练啦。虽然讲伫你这个人生的旅途中间有苦难，总是你会使抓条上帝的话语，成做你的帮助。
伫你艰难的时阵，你会讲主啊，你是我的避难所，主啊，你是我的关台。诗篇18篇第2节，毋是安尼讲吗？当大卫拄着迄个难处的时阵，伊感觉行袂过迄个人生，伊向对杀用要死的时阵，伊讲主啊，我要学了你的。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有啥物物件会当影响你甲上帝的关系？迄就是你家己的选择啊！你若选择上帝的稳定，你今日就袂离开上帝。你今日若紧紧甲上帝稳定抓牢的，就虽然讲你伫苦难的中间，你嘛会当讲主啊，我靠你，我较赢过我的苦难。我较赢过我的病痛，我较赢过我的苦难。迄是因为你已经知影上帝的恩典就伫你的身上。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妹，雅各伫遮，伊去领受上帝的恩典伫伊的身上，因为伊互上帝的话语会当成做伊生命中间上好的祝福。咱搁来看上尾啊，上尾啊是啥物？人是一个有领受到啥物？有回应的人。要上帝甲你呼召，互你有领受，但是你讲我无爱插你，无啦。咱对今仔圣经再来看，咱会看到雅各伊对上帝的迄个相关是啥物？伊用决志的心来回应上帝对伊的应允，所以伊的生命开始有大大的转变。咱来看遮雅各安怎讲？18节到22节安尼讲雅各透早起来，甲所浸的石头踩伫遐做条啊，压油伫迄个顶面。伊就甲迄个所在起名叫做伯特利，伫迄个所在起身叫做罗斯。雅各下愿讲：上帝若甲我同在，伫我所行的路顶来保守我，佮互我食米，互我衫穿，互我会当平平安安到我爸的厝，我就要掠耶和华做我的上帝。我所立的挑的石头，嘛要做上帝的殿。既然你所赐予我的，我要10分之一来献予你。所以，遮咱来咱看到雅各。伊的心志是啥物？伊的心志是用伊的决心来回应上帝对伊的，因为伊讲，若安尼，我要来转来我的祖家；若安尼，我会当平平安安来转来我的祖家的时阵，我着安怎？我着要伫遮来行愿。即个是啥物？即个是伊知影上帝要引带伊行头前的道路。伊过即个暗暝了后。咱来咱看到圣经的故事是，伊开始往前行，伊会当勇敢去面对伊的阿兄啦。其实若对即阵的伊来讲，上大的苦难是啥物？伊足毋敢去面对伊的阿兄，因为伊过去伫咧少年的时，就骗过伊的阿兄，一届搁一届。所以伫迄个过程内面，咱会当看到，当一个人的生命开始转变的时阵，也就是伊经历上帝的时阵。对咱即阵来讲，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拢应该爱行过同款的这条道路啦，就。感谢主，伫我的人生中间，虽然我有先经过一个无清楚的洗礼，当我还未认捌上帝的时阵，我就去互洗礼去啊。总是也因为这个洗礼，互我过来思想，我要安怎来追求这个上帝，伫我的生命中间。我记得我读大学中学毕业迄年。我老爸真希望我去读神学院。当迄阵报名了，咱的牧师甲我的资料送去神学院报名拢好啊。到考试迄天，我伫厝要出发去神学院的时阵，我心内底有足大的丢度。我丢度，我的老爸应该无了解，所以当迄天咧考试的时阵。所有的人拢到啊，干那我无到，我甲缺考。但是当我做兵的时，我感觉我的人生我爱家己拍拼，所以迄天考试了后，我就甲我的老爸讲：“爸爸，我感觉我若去读神学院，我就是头壳歹去。我无可能去读神学院，做牧师要创啊，足艰苦的。我看迄牧师逐个拢足艰苦的，为什么我爱去做牧师？”我老爸一句话拢无讲，但是我做兵的时，有一天，我伫家人港边咧做兵，我是练琴的，做练琴的兵，我咧顾仓库，啊，伫练琴的迄个仓库的港口内面，其实港口内底无啥物件，啥物拢空的，啊，家人港边无建筑物啦，所以天若足清的时阵吼，你会看到满天的星啊。就伫迄个时阵，我举头看迄个星的时阵，
亲像上帝就甲我掠去天顶。伫迄时阵，我的心啊，有真大的感受。上帝就亲像甲我的人生再放电影，互我看一概了。佮落来伫地上，其实我咧徛位边的时候，安尼短短的会当讲，可能短短的1秒钟啊3秒钟的时间，但是我已经过尽了我的一生的日子。我佮倒来读这段圣经节的时，我才会当深深来理解讲，为什么雅各伫迄个所在，伫做梦在看着迄天体的时阵，伊的心的迄款心情是啥物款的心情？就亲像我伫家人港边咧看星的时阵，我去互上帝所掠掉的时阵，我迄个心情是共款的。过去我就亲像雅各共款讲。啊，上帝啊，你是我的老爸的上帝，你是我阿公的上帝，你是我阿祖的上帝，甲我拢无关系。虽然我已经洗礼成做一个基督徒啊，总是我毋捌你啊。上帝讲啊，安尼我要互你较捌我一点。所以当我去互上帝掠掉的时阵，当我退伍迄年，我倒来厝第一项代志就甲我老爸讲，爸爸，我要来读神学院，我要做牧师。我老爸讲是安怎，你会转变会遐尼大，我嘛袂晓讲。总是每一届我若读到今日这圣经节的时候，我拢会真深的感触。这个感触是啥物？我真希望每一个少年人，我真希望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你的生命中间爱经历上帝，爱经历上帝。因为只有当你经历上帝的时候，你才袂去惊你人生中间所拄到的困难。才袂互迄个病痛所拍败去。真侪人真坚强。阮定定咧讲一寡笑话，讲啊，咱基督徒就是安尼啦。天堂有好无？逐个人讲足好诶，但是你今仔要去，你敢要？讲卖啊！上帝叫我活久诶。有当时啊，咱诶思考，咱诶想法是安尼啊。因为当咱咧病痛诶时阵，咱感觉咱行袂过，咱较无法度赢过迄个病痛诶时阵，你诶心就开始软弱起来。当你拄着困难的时阵，你感觉无法度赢过迄个困难的时阵，你的心就开始软弱起来。总是你若是一个经历过上帝的人，你会讲主啊，我要感谢你，我要学了你，互我伫病痛中间来什么，较侪来经历你。伫这个苦难的中间，我要感谢你，因为我会使通过安尼来得到你更较侪的稳定。所以后来，我伫圣经节的每一个人物的中间。我来看因的生命安怎经历上帝，所以我定这个主题叫做稳定超白。其实我会发现讲，上帝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拢在超切，也拢在安排。这个超白是完全的交予上帝，毋是咱家己掠做主权，是予上帝成做你生命的主权。所以各位亲爱的姊妹，今日有机会，伫24年后，搁倒来伫淡水教会来甲大家来分享。嘛，感觉亲像讲，对我少年的时阵，伫淡水出去遐尼久的时间，一直到即马，我感觉这嘛是一个上帝真水的恩典。通过这个恩典，互我搁一摆来回想到上帝是安怎引带我行过伫淡水的每一个坎站。今日下早，我7点就出门，坐公车，搁坐捷运，搁搬一台捷运，开尾2点钟行来到遮。伫淡水的车头，我举着雨伞，一路慢慢啊行过来。我感觉有一种欢喜甲快乐。你会感觉牧师足趣味的无？这有啥物好欢喜甲快乐咧落雨？因为伫读东江中学3年的中间，逐工拢举雨伞，逐工拢压雨。为渡船头，啊，好，直直行，行过淡水教会，行去咧天桥，啊，行去迄东江中学，啊，逐工要落，要放学，啊，逐工去行转来，去行去坐船。所以我今日搁一届去体验过去少年时阵所行的道路。我直直感觉讲，上帝恩典是遮尔大，互一个毋捌伊的人会当成做捌伊的人，互一个原本掠做牧师是一个无好的代志的人，变积极在做牧师。伫这个过程中间，我更较注重就是传福音的时间。我感觉咱每一个人的生命、的人生的旅程，其实就是一个福音的时间。所以我搁倒来讲，咱上帝
伫圣经中间，互咱所有的启示，当耶稣对伊的门徒讲：“恁着去，用你的人生的旅途，带人来我遮，互因认捌我，成做我的门徒。同样无困难，用你的性命去传。同样无困难，毋是要当做直销安尼讲，你爱信耶稣，咱毋是要有偌侪人来咱的教会，毋是，是爱一个人的性命真实来认捌上帝，是爱一个人的性命会当真实来改变。我感觉这才是一个人的福音。若无，可能咱的囡仔真紧，伫亲像我安尼，伫少年时洗礼了，读大学就出去，就无搁转来啊。真侪咱的囡仔读大学了，为什么无搁转来教会？是因为因的信仰无伫因的性命来定根，是因为因还未去认捌真实的上帝。所以各位亲爱的姊妹，今日透过这个机会，牧师要来祝福咱淡水教会。伫过去，咱的淡水教会分做2场的礼拜，我印象中间有足侪人伫咱的中间。时代在改变，甲双年教会嘛是共款。伫即出国的10年到转来这10年的中间，我发现双年教会的人数是一直在下滑。当年的洗礼的人较多，但是当年的离开的人嘛足多。离开的人比洗礼的人较多，安尼这一定有足大的问题。这是无要紧，咱感谢上帝，因为上帝对每一个基督徒拢有无共款的印传。所以我拢相信，当我若愿意把我的性命的主权交予上帝，那安尼上帝的恩典就要伫我的中间。所以牧师要祝福咱大家，伫今日咱做伙来学习，将你性命的主权交予上帝，亲像雅各共款，互上帝的恩典施落伫你的身上，用你的性命去经历上帝，你才会知影讲，这个信仰是遮尔的甘甜。咱做伙压头来祈祷。主位天父，阮的主，阮感谢你，你的恩典甲阮同在。阮相信你的超测，你的安排，阮相信你的引带。互阮每一个人透过我的人生的旅途中间，无论是好歹疑问，无论是苦难，无论是病痛，拢得互阮经历你的恩典伫阮的中间。总是主啊，愿你开启阮的心智，拍开阮的心门，互阮才感受到主你的恩典是施落伫阮中间，互阮伫心内面更加轻轻来掠着你。主啊，当阮讲，阮要轻调伫你的时阵，也是阮亲像雅各共款，阮看到主啊，你真正伫地，而且你是真正甲阮同在的上帝。互阮无论经历过什么种的恩典，无论经历什么种的苦难，好也是歹，阮拢相信一切你拢在安排。阮来感谢基督，拢是奉主耶稣名来祈求，阿门。这是咱来因回应的诗歌，圣诗500